Hello，我係燕，呢期同大家介紹呢啲嘢，有眼部按摩，有呢隻5合1嘅多功能神器，有呢個三頭嗰啲按摩器，福利價呢期呢隻，同埋有呢啲觸摸屏嘅新款嘅5K 運動相機，同埋呢啲超 mini 去自拍嘅相機，加埋呢個，依家假期差唔多到啦，春節差唔多到啦。行車記錄儀，去邊揸車一定要買一個呢個，都係福利價。有興趣等下入去裏面睇。Hello， 大家好，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 mini 嘅相機，就係非常清晰嘅一種，同埋佢呢個屏幕嘅話可以打開噶。俾大家睇下，佢呢度嗬側邊嘅話有兩個按鍵，然之後嗬中間呢度係嗰個開關機，然之後呢度嗬係插上嗰個按掣嚟噶，可以按拍攝啊呢啲。俾大家睇下先，車主座咁樣，然之後嗬呢度係可以打開嘅，同埋嗬佢側邊係有兩個按鍵嘅，你自拍又得或者拍人都得，同埋嗬佢係 Type-C 充電口嘅，可以插 SD 卡嚟嘅，佢呢個多色吓，依家呢個係新年嘅福利價，有顏色有好多種吓，可以到店過嚟試。福利價原價嘅話係128，依家特價68蚊。之後咧，同大家介紹下呢隻新款5K 嗰啲運動相機。佢呢度咧，我等下示範下俾大家睇下。佢呢度有一個開關鍵，長撳住佢，之後佢就可以咁樣開啦。之後咧呢隻我哋係比較新款啲嘅，佢可以旋轉同埋入面自動跟拍佢都可以噶，都冇問題噶。最主要咧，佢呢隻係觸摸屏，睇下，同埋咧電子防震呢啲都冇問題。有時咧，影啲比較喐動嘅視頻比較多，你就去用佢設定下功能嘅話咧，佢好多，同埋嗰個清晰度咧，呢隻係5K 噶，同傳統式嗰啲咧係有少少唔同。第一佢蒙大，第二咧佢呢隻佢係可以觸摸屏，以前舊款嗰隻咧佢就屏幕唔可以觸摸，同埋清晰度冇咁高。加埋咧嗰個唔可以旋轉，只可以咁樣手動旋轉。我呢隻新款咧，佢喺呢度佢可以睇下，佢可以咁樣自動旋轉噶。如果你唔想旋轉角度咁長嘅話咧，你輕撳一下，睇輕撳一下，輕撳一下，輕撳一下，都係咁樣。充電都係好方便，Type-C 口充電，顏色就係咁樣。手拎住又得，或者咧下面去配個啲三腳架、自拍棍呢啲都冇問題。或者咧我哋呢裏面咧包裝裏面佢係一式有送埋啲可以夾喺單車嗰啲支架，或者夾喺身上嗰啲支架，呢啲全部都有。佢一式咧就係咁樣，有送埋個布套俾你，有時收納唔用嘅就擺包裏面就唔驚整花啦。之後咧，佢裏面就有送埋呢啲咁多配件俾你，充電線呢啲係一定需要噶，冇電充下電。同埋你有呢隻錄音咪，有時咧如果你錄你自己個人聲音，出面太嘈咧，你就去用佢收音啦。單車嗰啲配件支架，身上面嗰啲支架或者夾單車都可以，或者咧孭喺手腕嗰度，跑步嘅時候專用都可以。就係呢啲配件。呢個咧我哋依家做緊係福利價，原價我哋係賣450蚊，粉絲價福利價嘅話就係350蚊。如果到時大家有興趣就過嚟鋪頭呢邊試下，呢隻就舊款4K，呢隻係新款5K，蒙有區別，價錢超優惠，有興趣過嚟鋪頭睇下。接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車 cam 行車記錄儀，呢隻咧我哋係2個鏡頭噶，前後鏡頭都有。我哋有送多個後視鏡俾你，方便有時睇下後面啲車情況。我哋呢個咧係4K 高清噶，佢固定係嗰個玻璃嗰度，或者你去自己睇下邊個位置啱你就整邊個位置。呢邊係鏡頭，呢邊咧有個芒，使用方式都好簡單。我等下同大家睇下個清晰度。後面呢度都係咁樣，都一樣有個鏡頭。之後咧你插喺呢度，插上去。之後咧通上電就得啦，通電嘅地方都係比較方便。Type-C口呢邊通電方式，呢邊就插卡，有時錄啲片段就插張內存卡、貼卡就可以啦。
依家就俾大家睇下嗰個清晰度情況，因為我上面有卸單最放工嘅效果冇咁好，具體到時大家去過鋪頭呢邊睇下，大概就係咁樣，通上電之後就係大概咁樣效果。呢個雙鏡頭車 cam 咧，我哋依家做緊粉絲福利價，原價係280蚊，依家做緊福利價係198蚊。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眼部按摩，超舒服嘅。佢呢隻充電口嘅話係 Type-C 比較方便大家，同埋佢呢個嘅話有3個模式，同埋可以按埋我哋太陽穴。按摩模式嘅話，佢呢度壓有加熱嘅，同埋呢個咩大嘅話，佢可以自己調節長度，適合你嘅尺寸呢啲全部都可以調節嘅。同埋我哋呢啲料嘅話，可以用嗰啲濕紙巾，污糟就可以用濕紙巾嚟抹。佢呢個模式有3個模式，力度有3個力度，打呢度開機比較舒服啲，同埋呢隻嘅話去播音樂，佢自帶有嗰啲水聲啊、雀聲呢啲去嚟自己聽。如果唔中意嘅話，你可以自己播你藍牙嚟聽，入邊係有藍牙。咪佢力度嘅話就呢度大細可以調。Strong pressure。同埋如果模式嘅話有3個模式，3個力度，3個模式，同埋佢呢度佢呢批嘢嘅話，全部都係有大米熱度嘅，就係咁樣一套戴上去嘅話比較舒服啲。可以多點過嚟試下，可以按埋呢度太陽穴嘅放，去促進我哋睡眠瞓覺或者係放鬆我哋眼部放鬆。佢呢個我哋原價嘅話係260蚊，依家粉絲特惠價嘅話係198蚊一部就係咁樣嘅。就向大家介紹下呢隻3個頭嘅按摩器，今年嘅限定色橙色。佢呢隻個力度好夠，同埋佢配好多嘅配件，俾大家睇下吓。佢呢個力度都有6個力度，後邊嘅話係長撳按鍵，同埋佢都係 Type-C 頭嚟噶，力度比較夠，因為佢3個按摩球嘅話，佢按嘅幅度會比較大啲咯。佢有個智能模式咁樣，觸摸入去嘅話最大力啲，同埋如果力度唔夠，後面去調6個力度，長撳區、長撳式，然之後輕撳調速度，俾大家睇下佢個頭有邊啲頭，好多個，呢個算一個噶，俾大家睇下有咩頭吓，有呢啲個3個頭，然之後仲有呢個單一個頭，同埋呢啲側邊啊呢啲或者係肩頸啊呢啲頭非常之多，埋充電線啊，同埋穴位啊、穴位按摩，同埋把多頭你可以自己過嚟睇，自己過嚟試。呢個嘅話依家福惠特惠價嘅，好多咁多頭。原價嘅話係98蚊，依家福惠價福利價58蚊，成套加埋呢啲頭全部俾你。接落嚟同大家介紹下呢隻5合1嘅多功能神器，呢個咧佢可以拔毛，有呢個咧係剃毛，有呢個咧去我哋嗰啲死皮啊、腳嗰啲死皮多餘嗰啲，同埋咧去按摩加埋洗面多功能嘅5合1頭，呢個咧佢個裏面一式就係咁樣，可以俾大家睇下。呢個我哋依家呢期都係做緊福利價嘅，價錢超優惠。裏面5個頭，死皮、剃毛、洗面、按摩呢啲全部都有。按摩係身體任何一 part 都可以按摩嘅，按得到嘅，細細個方便，帶出去旅行呢啲都冇問題噶。呢個咧我哋正常原價賣嘅話咧係150蚊，依家做緊粉絲福利價98蚊。